嗡嘛吽婆提次达玛哈苏卡，迦那达嘟阿嗡噜噜噜噜吽就吽。嗡嘛吽婆提次达玛哈苏卡，迦那达嘟阿嗡噜噜噜噜。修信八颂当中所讲的第一句里面都是有讲一切众生就是如同在如意宝。对于我们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所有一切众生对我们是当做一个如意宝一样。如意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名词啊，它是一个物品来讲的话，那就是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物品，那我就把它放在怎么说呢，佛座上，我去求它，求什么就得什么，我要什么他给你什么的一个那样的物品的话，那是很好嘛，对不对？是不是嘛？是啊。那如果你们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物品的话，你们会把它用它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你们要求什么呢？会求什么呢？啊？健康平安，早日成佛。这是假的。第一个先可能是会，就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多数的人呢，有真的突然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的，第一个求什么？就是钱。一定会想要很多很多钱，我要变成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然后再求很多，要求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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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如果是有一个东西就这样，一种物品，就是能有这种能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东西的，那叫什么？就是如意宝。如意宝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修信八颂当中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众生如同如意宝的这个意思来说的话，那我们众生需要就是要解脱。众生主要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没有一天可以安乐的那么就是如果有一点点的这种快乐感幸福的时候，它也会变的。所以就是一切无常，一切都是变化之中，一切都是以因果来决定，并不是以自己来决定。所以呢，众生都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都希望快乐，但是也是不会去造快乐的因，一直都是造业带来不幸福的然后带来的都是痛苦的果。所以呢，众生呢非常的愚痴，也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众生要得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是我们众生有了金钱跟有了物质的条件，有了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的你需要的这种世间物质的条件的时候呢，解决了你内心的一切痛苦吗？那只是完全达不到，完全做不到。如果是做到的情况下，也是人生几十年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还有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在继续轮回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解决。那就是要得到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而且最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获得佛陀果位，挑脱轮回的苦海，才是真正的、究竟的那种不变的这种幸福。所以呢，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解脱的话，那众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心里有众生，为一切众生发心，为众生发心，因为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们自己就会得到成佛。那我们自己得到成佛以后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报答众生的恩德吗？那不对的。那所以我们成佛以后才可以度化无量无数的众生，所以才可以达到真正的报答一切母亲的恩德。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今天修法前来呢，也是一定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好不好？好。今天来参加我们本身的法会不只是为了自己，一定要知道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为所有一切众生，也并不是说为众生发财，为众生升官不光是为众生健康，
我们要知道，为所有一切众生获得永久的健康、永久的这个地位，比我们实践的地位就是更高的。我们这个实践的地球上的，在整个的人类之中最有权力的、最高的地位的一个大的国王，也是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得到的就是究竟的佛陀果位。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大的位置，对不对？所以我们为所有一切众生获得圆满佛陀的果位，以这样的发愿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发心。那我们每一次修持佛法的时候，就是圆满的，就是3种殊胜嘛，对不对？发心的殊胜，然后正心的殊胜，然后回向的殊胜。这3个呢，就是在整个的修持的过程当中，不怒严厉的内心当中必须得要就是具有这3种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思想，然后再修持佛法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修持文武德正的仪轨的方面呢，你们没有文武德正的这个仪轨可以修的，但是你们要修文武德正的咒等一下我就先给你们口传一下文武德正的咒。然后还有修莲花生大师的咒，还有修金刚萨埵，这些都可以的。会念的人呢，就是要念文武德正的咒，好不好？好。然后在整个的过程法会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什么样的，做的时候就是腿麻了、痛了，然后就酸了。如果是没有感觉出来的话，那就是达到一定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禅定的程度所以好了，开玩笑但是有任何的有些不舒服这些都是要能够可以放下，是最殊胜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圆满5种圆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5种圆满是第一个呢，就是法圆满、佛圆满、地圆满、时间圆满、眷属圆满，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就是要观想成为今天所在的场地呢，常说呢，就是在密远净土，或者是在那个普贤王如来的净土，东方贤西刹土也可以，都可以在那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极乐净土也可以观想莲花生大师的净土同色吉祥山也可以。主要是我们要知道，不是在这个说佛实践中的人间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种场所。那么法圆满那个佛圆满的方面来说的话，那就是今天我们在修持佛法的这个诸法上师或者是观底的上师，是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那么实际上来说到，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藏，所以就自己也是实际上就是普贤王如来。那么就是成佛与众生之间呢，就是众生的就是一念之差，所以实际上来说到也是并不是特别难的。但是今天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这个仪轨的要求是这样的，就必须得要静观精进观所有一切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种众生的这个执着带来的一切物质的这种观想，都是这种都是要放下的，必须得要有一个精进观在诸佛菩萨的净土然后就是有以诸佛菩萨，然后修持的法呢，就是在从这个普贤王如来成佛到现在呢，就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一直弘扬的佛法，而且是度化一切众生而一直在传承下来的一个殊胜的这个教法，文武百正的法。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正的加持，见机解脱之修持，破除有情的无知，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解脱的种子，就让自信光明遇上寂静愤怒光明，超越
切的生死。菩提心从我开始，消灭众生的我执。我虽喜和